气象署今仔透早针对西半部13个县市发布大雾的特报，桃园机场对站开始就受到蒙雾的影响。今仔透早，一青日本甲乐桃航空要飞往东京的2个班机，嘛因为大雾取消，真侪航班嘛拢有变动。 摆是透早5点多，桃园机场跑道会能看到规笼大蒙雾。桃园机场自拜3下昼开始，就因为大蒙雾的影响，跑道的能见度无到600公尺。包括中国东方航空 MU5001、东瀛航空 BR1252等班机，拢因为安全的考虑，降落时阵决定停飞，拢平安降落。 因为我看到是下面很多雾这样子。所以你们那时候看窗外是雾很浓，对不对？看不到跑道吗？看不到。 桃园机场讲，即马起降拢正常，并无关抢，而且各航空公司加注意。因过受到航管甲地勤作业的影响，昨机场所有航班拢乱起。原本是预计是05分到，但我们下来的时候应该已经40几分，因为那个时候外面天气状况看起来就没有很好。 气象署也伫今仔日透早对13个县市发高雾特报，贵人、新北、到台南，抑个马祖能见度无到200公尺。所以对拜四透早的班机时间表来看，一乘日本甲乐桃航空飞东京的2个班机确定取消。乐桃的官方表示，是因为天气歹所以取消，提醒旅客原来随时注意航班的动态。 过年年假愈来愈晚，也是桃园机场出入境的高峰期。估计2月初8过年前一天，到2月11初2，也个2月13初4，这几天一天的旅客量将会超过13万人次。因那规个春节的所运总运量会到116万人次。建议旅客提早3点钟到机场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